然，或许刚刚讲的人，我们不要怕死，但是只要我们人活在这个人间里头，有他的生命上的意义，有生命上它的价值，我们要活得有价值，要活得有意义。就好像我刚才讲这位老菩萨，他一生为道牺牲，为道奉献。那我们心存感恩的心情，一个人就是有一句话说，你若精彩天作安排；你若存才，无名就来。你若精彩，也就是说，你人生活得精彩，人生活得有意义，人生活得有价值，那上天会安排到哪里？我们安排到极乐世界。所以人死掉都要到极乐世界了都要请那个我们台湾都有这个塞公塞公那个塞公一般来讲就是道士那道士是道家的一些修行人所以他们有道的一个知识他们能够给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人死掉有的请那个道士在做塞公那如果在佛家的呢，我们都请和尚来诵经请和尚来诵经那如果信耶稣的呢，就请牧师耶稣的牧师他们来祈祷来祈祷。那基本上这个都是一个仪式了只是一个仪式。但是呢，人最重要，也就是在你生命的过程之中，你人生的过程之中，你能够好好的准备，不要死掉人就归空了。再请道士啦，请塞公啦，来请和尚啦，再请耶稣啦，基督那个牧师要来给我们超拔到极乐世界去。这个都是一个形式一个形式了讲不好听的话叫做心安了那如果要得到理得了这个比较不容易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我到泰国去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嘛，它是一个小乘佛法佛教国家。但是呢去了呢，因为他们死掉，他们通常在每一个家族死掉都是要什么？要做功德在做功德。他们每一个家族都是这样。但是或者去就跟他们讲说，如果功德能够用做的啦，功德但有者啦我相信那些富贵有钱人，每一个人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每一个人都到无极野天去，因为他们的钱太多嘛。郭台铭的太太死掉郭台铭讲一句话说，如果他能够活起来，我能够用我的财产一半的财产能够付出，能够换我太太回来，我宁可牺牲我一半的财产，要把我的太太换回来。那请问有没有办法换回来？当然没有了他已经归空了。我们郭台铭先生董事长又娶一个少到20几岁的曾心怡这个应该是不是一个秘密应该大家都知道。那王永庆先生呢，如果是能够用功德用钱能够买功德我希望王永庆先生他现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或许刚好做一个比，就是功德不是用做的如果你要打仗要做花卉做花卉还是说要做什么工课做工作那个用做的可以。西方极乐的功德不是用做的，它是用修来的、修行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天堂有路得代步地狱无门罪引路天堂有路得代步有德才能够去地狱无门罪引路德要从哪里来呢？当然德要从你一生所去行善，所去积德。所以人家说积德不是做功德，不是用做的德是用积的，福报是用积的，也就是你去行善，一生的付出，像观世菩萨，他能够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观世菩萨的一个愿。所以他是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的一
一生奉献于众生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的。地藏古佛讲一句话说：“地藏不空，是不是佛？”这种的志愿的这种愿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是虽然你过去是观世音菩萨，现在变南来佛了，那地藏菩萨呢，现在就变成地藏佛了，所以他的一生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他成就无量无边的一个什么一个功德，就是一个成我的一个佛的最高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要懂得，我们人生要走出了生命的这一片天，我们要造就自己的贵人，不要造就自己的小人，那对你自己太残忍了哈！你要怎么创造你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时常讲一句话说：“鸟随凤凰是飞得远哈，人随圣贤是品德高了哈。”鸟这个小鸟啊，它飞不远，如果它能够随着凤凰，那凤凰是羽毛类的有毛的会飞的羽毛类最宝贵的动物就是凤凰。所有的鸟类是凤凰最宝贵。所以我们人如果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句话说：“凤凰齐鸣，是凤凰齐飞。”都用凤凰来比喻，这一对是最适配的，也叫做凤凰齐鸣，凤凰齐飞，是天上的一对地下的一双是天作之合，就是用这样比喻凤凰是最宝贵。那小鸟呢，它的志向就不高，志向就不远，所以它能够跟随凤凰，所以凤凰到的地方，这只小鸟也能够到。所以他所讲的，就如同我们今天做一个比喻，一只苍鸟，那如果今天要飞到花莲，有没有办法飞到花莲？没有办法嘛哈。从我们台南要飞到花莲，这只苍蝇绝对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这只苍蝇呢进入到我们这一部游览车了哦，我请问各位，那只苍蝇今天能够到花莲吗？可以，今天苍蝇能够到花莲，也就是它随着我们这个云远，它跟对团队，它押对宝。它如果没有跟我们这个团队，跟我们的这部游览车一走，它永远要到花莲去是困难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进入到天师的老母鸟的团队，就好像这只小鸟，它的志向不高。它能够跟随凤凰，但是它未来势必变成凤凰到地方，它会到的。所以后面那句话说：“人随圣贤品德高。”我们一般人志向不高，我们的志向不远。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圣人，过去的释迦牟尼佛，过去的佛陀，甚至于过去的孔老夫子，过去的老祖圣人他们。我们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效仿他们的精神，他们能够成圣人，肯定我们会成圣人。也就是我们学习他的精神，也就人随圣贤品德高。刚才话再把它拖回来，今天我们到花莲，各位老菩萨跟我们没有什么亲戚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累呢？跑到那里鞠了一个躬。坐2天的车到那么一个几个宫回来，重点不是在于时间上的价值，重点是他在他的德性，我们对他的一种感恩的追溯。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虽然在整个过程之中是很劳累，但是也给我们做一个省思，给我们一个领悟，人要怎么走出我们生命的这一片天。我们创造我们生命的奇迹，我们不要做一般的凡夫，我们要做人生的一种的人上人，这个叫做圣人，这个是有价值的人。当你今天就遇到一个有价值的人，你会怎么？我今天遇到一个贵人。当你今天遇到会害你的人，你会怎么讲？我今天遇到一个小人。当你要做人家的贵人，还要做人家的小人。当然，由你去选择了哦。做人家的贵人，
以后你是人家心目中的偶像，你是人家生命中的奇迹，人家永远是感恩你的，永远是怀念你的，你是人家生命中的贵人。当你是人家生命中的小人，永远人家怨恨你，一想到你了，他就怨恨了。我这一辈子被他害得很惨，我这一辈子怎么，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智慧的，要做每一个人的贵人，那我们才不白人世上，我们才不白白过时光了哈。岁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是难买寸光阴。当你一寸的光阴，一寸的金，一寸的金没有办法买一寸的光阴，光阴一过去，绝对没有办法再回头的，这个是我们肯定的，我们大家都了解的。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一天、1点钟、1分钟、1秒钟都在过去，在消化你的岁月，但是也希望你1秒钟、1分钟、1点钟、1天、1年、1夜岁月里头，你实质在创造你生命的能量，在创造你生命的奇迹。这个是你没有遗弃你自己，这个是你开发你自己生命的一个价值当然今天也不再讲道理了也跟各位做一个勉励因为我们要到花莲去我相信我们在车上